可能年尾嘅時候我就會睇下究竟我自己講得啱唔啱，但係有一樣嘢我一定已經係講啱咗。Charity Philemon，我係女巫可樂，一個主修希臘羅馬魔法、副修佐什克惡魔學嘅女巫。我哋咧上一集就去到按古麗奈老師佢出道嘅時間咧，去睇下佢嘅第5宮同第10宮有咩配置啦，都會見到咧佢去挑起人哋嘅原始慾望，簡直有如太陽一樣耀眼，係啦，亦都好容易會初出道就好出名啦，好紅啦。跟住仲有咧第10宮又會見到其實佢需要一個匠人精神去到繼續精細雕琢啊。咁嚟緊咧呢個片入邊咧係會講下，如果按占星學兩個好強大嘅推運方法咧，其實嚟緊佢嘅走勢係會點樣咧？我會話其實就算咧唔係純粹計出道時間啦，計每個人個本命盤咧就係本命盤你唔同宮位有嘅唔同嘢啦，唔同嘅相位啦，唔同嘅行星啦、星座啦，就係講緊你 what 你有啲乜。然後咧推運 transit 嘅話咧就係講 when 幾時發生，或者會點樣喺邊度發生。首先我哋要知道嘅一個推運系統咧，計算方法咧就係呢個發達星限啦。咁我試過有人問我係咪佢會發達？唔係，係譯音嚟嘅，係啦，係方法個法，到達個達，即係我會用一啲比較生活化啲嘅例子去到讓你明白一啲神秘學嘅知識啦。咁我就會咁樣講，其實發達星限咧就係一個有75集嘅長篇連續劇，然後咧呢套連續劇有9個章節嘅，係啦。咁點解佢話係9個唔同嘅 periods 咧？因為每一個 period 咧係會由一個重要嘅行星啦去到掌管住。咁大家可以數下啦，有7大力量行星啦，就係太陽啦、月亮啦、水、金、火、木、土7個喎。咁另外咧，亦都會係由南北交點去到掌管我哋呢個發達星限嘅人生。咁舉個例啦，如果入咗月亮限咧，其實當時就通常係會同一啲情緒啦或者家庭有關嘅課題為主嘅。又或者咧，如果係入咗木星限咧，就會係擴張自己事業運勁好。通常嗰啲人咧，如果佢係話被邀請上一啲電視節目，啱啱好入咗佢嗰個木星限嘅話咧，佢就會出名噶啦。嗱，另一個咧就係小限法啦。咁我唔會同大家解到太深嘅，係啦，我哋唔係上堂，我哋係一個輕鬆嘅 YouTube 片嚟嘅。小限法我會同發達星限點樣比較咧？如果發達星限係一個長篇連續劇，小限咧就係講緊主題焦點係乜嘢？因為咧其實小限係會睇入咗啲乜嘢宮位，咁我哋可以理解成有呢一啲行星啦，有呢啲力量啦，但係佢邊度發生咧？佢喺乜嘢地方、乜嘢範疇發生咧？好啦，舉個例就係，譬如如果嗰個人佢嘅小限當時係入咗第2宮咧，咁就係佢當時嘅焦點咧，通常會喺揾錢嗰度嘅。咁又或者係入第7宮嘅話咧，就係比較容易會結婚啦，或者進入一啲1對1嘅公開關係啦，又或者係同人1對1咁樣合作啦，簽約容易啲會達成嘅。大家咧頭先係大約了解咗咧呢個乜嘢係發達星限啦，乜嘢係小限法啦。咁我講多少少先。如果喺啲案主佢獨立嚟揾我去到睇佢嘅流年咧，我就唔係淨係睇呢兩樣嘢嘅，亦都因為呢兩樣嘢係主要算接住嗰幾年上邊點樣影響下一年啦。亦都係我會去睇一個叫太陽反照本，就係按嗰個人佢個生日去到睇翻佢一整年唔同宮位反映緊佢唔同範疇嘅課題啊。咁仲有就係我亦都會去用呢個叫做推運事件列表，去到知道佢每個月有啲乜嘢重要嘅星象去影響。咁所以如果用占星去睇流年咧，其實唔一定話要年尾去睇整年，下一個整年係點嘅，而係嚟緊嗰12個月你都可以照睇照計嘅。好，咁講翻古麗奈老師按出道時間去起嘅盤啦，咁會見到咧，其實24年佢個發達星限係入咗呢個月土啦，25年係月木啦，跟住去到27年咧就會係呢個月火星嘅。
小限法我哋呢度睇啦，就如果24年咧係呢個土星入第二宮啦，跟住25年係土星入第三宮啦，呢兩年其實都壓力比較大，同埋好似收縮同埋沉靜咗少少咁樣嘅。但係咧26年係會再有一個爆發嘅。好，我詳細講下點解啦。因為咧，如果喺24年嗰陣時咧，月亮加土星嘅話咧，雖然係我哋而家係26年啦，但係始終我哋24年點樣發展係一個累積去影響住你26年嚟緊係點樣噶嘛。咁因為咧月亮主情緒啦，我哋睇翻呢度先。月亮主情緒啦，跟住土星佢通常會代表一啲壓力啦、責任啦、收縮啦、現實嘅嘢啦。咁可以話其實嗰段時間係佢會有一個內心嘅安全感，要需要接受呢啲現實嚴峻考驗嘅。咁即係我哋有時去分析一啲名人嘅話咧，有樣嘢好係，如果你係新學占星嘅人，你可以大概由佢嘅新聞你去知道翻自己推算得準唔準。咁我哋都知道其實按一啲佢嘅訪問啊，或者佢嘅新聞報導，其實係23年好氣勢如虹，出咗好多套 AV 啦，6套，跟住咧24年係靜咗啦，25年都靜咗啦。要喺 AV 個行業嚟講係啦，因為呢一個土星月土個限嘅影響太大啊，跟住再加埋咧，好睇埋小限法啦。咁當時就係呢個土星入第二宮，第二宮本身同現金流財帛有關嘅。咁呢個我想補充少少就係咧，如果你揾我睇占星去睇你自己嘅命盤或者睇你自己流年咧，唔好就咁話我要睇財運，因為其實占星學咧，我哋睇財運亦都可以睇投資運啦、現金流啦、要避開嘅危險啦、工作模式啦，係 detail 到咁樣去逐樣去分唔同嘅睇法，要分析嘅宮位都會唔同。咁如果咧呢個土星入第二宮咧，其實就係當時會有好多壓力啦，或者對於賺錢有少少艱辛感。佢未必係個錢少咗啊，但係會令到佢對自己嘅價值有啲懷疑，會好唔舒服啦。係啦，會覺得自己好有落差。咁唔係一個爆發年，而係我會話係一個調整同埋基調嘅年份。去到25年咧，咁就見到月木啦，變咗係啦，呢度月木，大家睇下對最左手邊嗰行。咁再加埋咧，佢個小限嚟講咧，都仲喺土星嘅，但係入咗第三宮啦。咁其實好似有少少咧係，準備好啦，準備去木星嗰個擴張啦。當佢嗰個木土星小限入第三宮，其實咧就係講緊佢嘅思維啦，佢嘅言論啦，會需要好似有一種重新去建立更加穩固嘅嘢，未必可以再用以前嗰套模式。因為雖然土星代表啲陳舊嘅嘢，但係可以推論落去就係我哋由舊嘅嘢去學點樣有新嘅模式。咁同埋因為第三宮本身佢象徵呢啲媒體傳播嘅嘢嘅，咁所以咧就係可以話其實嗰一年佢要學嘅嘢係點樣將呢啲壓力轉化為面對媒體嘅智慧啦。好啦，咁而家係26年啊嘛，咁應該大家比較關心26年會點。其實咧，我見到許麗麗老師應該係26年會好翻好多，係啦，因為又望翻個發達星限先，26年咧，你見到點解冇嗰個限係寫住26年咧？就係因為其實仲喺呢個25年10月25日開始嗰個發達星限，仲喺呢個月木啦。咁但係咧，隔翻小限法嚟睇咧，就係木星入第四宮咁啊，好嘢嚟嘅。因為木星本身我前一集講過大吉星超幸運，咁第四宮咧就係一啲關於家庭啦、根基啦、不動產嘅嘢啦。哇！所以咧，我恭喜你先，因為我睇新聞知道你買咗樓啦，好型啊！咁所以呢一年咧就係好容易買到樓嘅，佢係甚至咧除咗買到之外咧，佢會越搬越理想嘅，無論係佢嘅工作嘅地點啦，定係佢嘅自己置業嘅嘢，都係會有更加多理想嘅機會出現啦。咁同埋咧，我會話佢內在嘅蛻變就係內心會更加容易揾到真正嘅安全感同埋歸屬啊，而且會轉化成佢嘅公眾形象上可以更加成熟穩定嘅魅力啦。耶！咁我俾少少建議就係都可以向住呢個方向去諗，就係自己開工作室、製作公司，又或者係更加會符合到你最初出道講嘅嘢，因為你話過好想做一個有影響力嘅女性。咁當呢個木星去咗第四宮，咁木星係貴人運啊嘛，你會遇到好多貴人之外，你都成為人哋嘅貴人咯，所以會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女性啦。咁其實如果落實啲咁講，就係可能會再同一啲女性嘅力量有關，
嘅作品會令你更加成功。咁最後嘅建議咧，就係其實總結嚟講咧，呢3年個劇本係由壓力中去到塑造你自己，但係你會有一個更加繁榮、更加開心嘅發展啦，亦都可以去建立自己好豐盛嘅事業王國啊！因為26年嘅話，真係好強烈建議個事業可以由一啲個人演藝升級成為用你自己做核心嘅創業品牌。都知道你有做緊自己品牌嘢嘅，咁我就成日會同好多案主去解釋你嗰個條命係啦，我哋要理解呢一樣嘢。命運咧雖然係一個詞語，但係咧命係講緊你出世時候寫咗個劇本啦，運就係唔同時刻個運勢啦。咁如果有啲人係佢個命本身係咁，但係佢係都要做翻啲相反嘅嘢咧，佢會覺得好辛苦、好冇力。咁但係如果你喺一個啱嘅時候，即係喺你嘅命盤啱嘅星限啦、星象嘅時候去做一啲合乎呢個星象嘅嘢，其實代表緊你可以借助呢啲星星嘅力量去幫助自己事半功倍，係啦，爭啲撈亂咗成語，就係咁啦。睇完呢條片係咪對西洋占星去點樣推運了解多咗呢？又或者係叫做對許麗奈老師個發展了解多咗啦？可能年尾嘅時候我就會睇下究竟我自己講得啱唔啱。但係有一樣嘢我一定已經係講啱咗，佢買到樓啦。好啦，咁咧如果你係想了解多啲關於占星嘅知識咧，就可以喺下邊留言啦。又或者你真係想去了解多啲你自己個命盤啊，你自己嘅大運啊，甚至係講緊每月準確個運勢咧，就可以去我 IG 揾嗰條個人預約 link 啦。係啦，喺個 bio link 度放鬼晒所有 link 嘅，好容易一撳就係啦。跟住仲有可以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 呢條片，唔係 subscribe 冇得 subscribe 條片，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就係咁啦。拜拜。